台东有一位26岁有新的妇人人，伊伫咧旧年伫厝内面耍熊熊昏去，失去性命现象。刚才因翁随家做 CPR 到病院进前呢，这消防救护做较真好，成功甲太太抑个腹肚内面的囡仔全部拢救倒转来。台东一个26岁姓柯的妇人人，前日顺利生一个查某婴仔，这嘛是伊的第6胎。去年10月7日，伊因为心脏的问题，伫咧厝内熊熊昏去，失去生命的现象。醒来以后什么感觉？就都不知道我在哪里，因为看了很久才讲话。看到因牵手昏落第一时间，做义消的翁婿通报119，而且随家有新的太太做 CPR 抢救，救护车到现场随家电击甲倒送扫了后，有恢复生命的现象。结果由太麻里高救队行动急诊室倒送去马街病院。医师认为讲，到病院进前有做正确急救的措施，是成功甲老母抑个腹肚内囡仔救回来重要的原因。119接获了报案以后，随即派遣了救护车，并在线上 CPR 的指导，并给予这个节拍器做高品质的这个 CPR 的救援。高品质的 CPR 其实就可以保存我们脑部的血液的循环，还有的血液来讲也可以有稍微保存的效果，就是让胎儿还可以再存活一段时间。医师表示，台东的地形较长了，要送病院较无方便。到病院进前，乃当及时救援，会当大大增加患者的存活率。这几年，台东消防局推动线顶 CPR 的指导，嘛打造行动急诊室，内底有急诊顶级高阶的设备，而且透过即时影像分段平台，实时接受急诊医师的指导。去年嘛有真好的成果，急救的成功率有到34.92%，有18个人复原出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